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15章到第16章，一直延续到23章呢，是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预言要审判列国，而今天被审判的主角是摩押。透过第16章，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经历15章如此的惨况。在15章当中呢，摩押重要的城在一夜之间被毁灭，从北到南，从南到北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幸免。人在广场、在屋顶哭泣，连他们的士兵都失去了勇气，害怕战惊，他们的土地变为荒芜。他们这个原来摩押北部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葡萄园哦，那里的河水竟然干枯，而且没有任何的草木不生，像形容他们被审判临到的时候，他们被毁灭的惨况。甚至到第9节有讲到，15章9节有说到，原来是河水的地方，竟然都变成了血水。可以了解当时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，他们所经历到的毁灭是如此的惨烈。那在这段经文呢，其实有提到说，摩押他们后来寻求了犹大的帮助。然而在他们寻求犹大帮助的下段，如果是现代中文译本2019年版，你会看见有个括弧哦，这边特别以赛亚竟然在这个地方说出了弥赛亚的预言，说出了上帝要以他守约的爱来爱他的儿女，来爱他的百姓。这个百姓对象竟然指的是摩押，不只是以色列跟犹大，这里说的其实是摩押。我们看见上帝的怜悯跟他的爱，仍然在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当中，不只是这些他特别拣选的儿女哦。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摩押他们听见了这样的信息，他们的反应在16章12节，我们看了就会发现，他们其实寻求了犹大的帮助，却没有寻求上帝的帮助。甚至他们在经历了这样的境况当中，12节说到，他们不断的到山上的神庙和各神殿祈求，以致精疲力竭，但是没有丝毫效果。在这段经文，我们看见他们寻求人的帮助，但没有寻求这位耶和华上帝的帮助。他们寻求他们神的帮助，却没有寻求这位耶和华上帝的帮助。这也使他们因着自己的骄傲，因着自己的不信，因着自己的夸口，在第6节15章6节有说到，他们因为自己的狂妄自大、骄傲夸口，他们不寻求上帝，让他们所招致的毁灭是一夜之间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真实经历到那样的不好的境况，或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意有意所得罪神的事情，我们真的是要回头，要赶紧的回头来寻求神，而不是应着景象，而不是因着自己的骄傲而不愿意改变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透过摩押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，主你是以你自己守约的爱来爱我们，不论是信主的还未信主的，不论是这些你特别拣选的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主啊，透过在这里的经文，我们知道主你的救恩是临到每一个你创造的人。主要愿我们能够及时的回应主你的恩典，也让我们赶快的来回头寻求你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或寻求人的帮助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在每一天要开始一天的活动、一天的工作、一天的学习的时候，让我们懂得尊主为大，使我们在所经历的事上，主啊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靠主你所赏赐的恩典来得胜有余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